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北中南拢有路霸环形。先来看伫个台北市的巷仔底，即摆拢会当看到绿色的人行道，这是要互人行的，煞常常去互霸占。毋是有人转车，无就是囤物件。像这款的路霸，台北市伫个10月份就处理953件。啊，台北市政府嘛为昨日开始专案来处理绿色人行道的私有占有物，上当要罚2400块。不管是盆栽、脚踏车、机车、粪扫地啊，甚至是店家的物品，这拢是人行道的路霸。来车帮我封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是那个专线行人行道，不能停一般的脚踏车哈，也不能停放一般的汽车。这毋是恁家的地盘，是公用的人行道。不管是金炉，也是脚踏车，有人领的也算幸运，若是无人领的，就只有像安尼搬就清洁车再用粪扫场。是要绕道而行，然后怕自己受伤，绕过去蛮麻烦。对，不舒服，不方便。会先劝导，那劝导就是有主物的话，就先请他先移置。那如果今天这个是无主物的话，我们就会依据这个废弃物，请清洁队来清除。根据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的统计，敢若是10月11当天就50件路霸案例，上多就是花盆。虽然还阁有纸箱啊、地毯、塑胶篮这杂物，若是靠袂听，就开罚。为及时的停止消除障碍物，我们对行为人或是雇主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。向后向前行路空间，千万唔通为着一时的方便，造成别人的困扰。